好，无请你来开始啊。好，好，好大家早早吼，我是罗医生咱就直接来开始咱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啦吼。今日讲座的主题吼，叫做台语宪章的台湾国族蓝图。咱这个台语宪章吼，咱即摆要杀的这个运动吼，就是对咱台湾吼的未来的一个想象啦。咱希望咱台湾，咱的这个社会族群的结构吼，咱要甲伊成做什么款的这个样貌啊吼，要甲台湾变做什么款的台湾？今日就是要讲吼，台语宪章的台湾国族蓝图。我好咱知影讲吼，我这个册出版了吼，这个运动开始这个起稿吼，咱杀的就是第一，就是爱甲台语定做官方语言。当然毋若台语啦吼，咱台湾本土语言吼，客家客话吼，原住民族语，爱定做官方语言。第二吼，咱会使做语言分区，这两点吼。咱即摆伫咧台湾社会吼，咱咧推动吼即个运动。当然吼，这过去以台湾来讲啦吼，我相信大家真侪即个台语科仔吼，伫台语科仔拍拼真久的即个前辈啊，吼，应该拢真清楚吼。咱台湾过去10年吼，无人咧讲这。无人咧讲官方语言，无人咧讲语言分区，至少无人安尼。私底下我毋知啦吼，私底下有加减咧讲无，这我就毋知。毋过吼，至少无人吼，咧公开安尼甲伊这声音吼，甲伊发出来，也是讲甚至讲要求政府吼来做即件代志，应该是无。差不多半年前吼，我开始杀即个代志吼。这段时间吼，慢慢咱台湾社会，至少台语科仔内底吼，慢慢吼有即个意识，有开始咧讨论。当然支持的人吼，支持的声音真侪。当然吼，嘛是有拄着吼有疑问的。我今仔日吼，咱第一趴的即个部分，第一趴的即个内容吼，我就是要先搁甲大家吼，即个观念吼，搁甲大家讲互清楚。咱第一趴吼要讲官方语言甲通行语。像我即阵咧走吼，我拄着有人会讲咱吼要爱甲台语吼诚做通行语。甚至吼有人吼会反对，可能伊观念无啥清楚吼，伊是反对官方语言，甚至有人会讲莫官方语言啊，要通行语。我今仔要简单甲大家解说吼，官方语言甲通行语的差别是啥？咱知影讲吼，全世界有超过90%的国家因拢是伫咧宪法。也是伫咧伊法律内底吼，因明文规定讲，什么语言是咱国家的官方语言。官方语言甲翻做英语，你不管什么款的话吼，你官方语言即个意思甲翻做英语吼，伊就是 official language。所以你去看各国的法案吼，各国的宪法吼，可能有足侪款语言，毋过你若甲迄个语词吼翻做英语的时啊，伊就是 official language， 意思就是讲吼，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吼，因拢是定一个 official language。
啊，这个 official language，咱搁改翻做台语的是，伊号做官方语言嘛，毋是号做通行语哦。啊，咱就会使去想看讲，是安怎遮个国家是定因的官方语言？是安怎这个名词遮重要？哦，因咱毋是伫因的宪法内底，也是伫因的法律内底写通行语，也是讲写通用语，也是写什么语？哦，因写的是这 official language 这个词。哦，啊，像咱伫咧干部面顶吼，咱看到这个词啊，不管是台语的官方语言也好，还是英语的 official language 也好，你若甲伊放伫咧法条内底吼，伊就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哦，伊是伫咧法制上吼地位上悬的。所以我咧甲组内幼稚咧讲吼，还是讲我伫咧外口工作吼，我有当时我会问听众一个问题，我讲，大家感觉一个国家内底啊，地位上悬的语言是啥物语言？啊，答案其实就是官方语言。我是讲吼法制地位啊。所以你若官方语言定落吼，像我 PowerPoint 面顶写的吼，政府文书，当然毋若文书啦，你讲公家机关公务人员讲的话吼，共款。政府文书、法院审判、法律条文，必须要爱使用这个官方语言。过来吼，这个权利义务的分配，这嘛真重要。你若甲一个语言定做官方语言啊，政府伊有主动使用的义务。所以你甲看即摆咱去台湾去所有的公家机关，对方第一个反应，甲你讲的话是啥物话？中意嘛，对无？咱即摆立法院、立委质询、官员答询，因第一个反应，主动选择的第一个语言是啥物个？啥物话？中意，这就是官方语言啦。好，咱总统接见外宾，行政院长开记者会，因讲啥物语言？中意。为什么？因为这是即摆台湾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哦，你莫讲啊！即摆台语是国家语言啊，客语是国家语言。嘿，对啊！啊，若台语是国家语言，是安那总统接见外宾无讲台语？照你讲，台语是吼，咱即摆是赖总统嘛吼。啊，台语是赖总统的母语哦。母语就是算一种自然语言，对无？啊，即摆人佫讲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台语定做国家语言，所以对赖总统个人来讲，台语第一，伊是伊的自然语言；第二，台语又佫是国家语言。啊，既然是自然语言，国家上国家语言，是安那伊接见外宾的是共款讲中语。因为中语是官方语言，中语是地位上悬。你看伊自然语言加国家语言，佫拼袂过官方语言，拼袂过中语啊！哦，这就是安尼，事实就是安尼。好，过来吼，像咱的这运动的口号定讲的吼，咱讲这母语受教权。哦，咱的口号是讲吼，阮无爱上母语课。阮要用母语上课，啊，要用母语上课，要安怎会使用母语上课？就是定做官方语言，因为官方语言是啥？吼，咱 PowerPoint 面顶写啊，是学校必修必考的法定的教学语言，哦，毋是科目哦，哦，毋是讲吼一定爱上这款课，伊是教学语言。官方语言就是教学语言，啊无你世界各国的学校，你学校内底无用官方语言上课，啊无要用啥语言上课？哦，咱有诶特例吼，有诶较特殊诶例吼，先莫讲，啊毋过吼，90%、95%以上吼，学校诶教学语言就是官方语言，所以官方语言是真重要。伊
放伫咧法条内底吼，伊自然就伊的这个效力出来。好，过来咧，通行语是啥？通行语啊，英语或者这个lingua franca。通行语是啥物意思呢？真侪人讲台湾过去是台语过去是台湾的通行语啊，所以咱即摆爱来嘛是爱改变转来做通行语啊，安尼毋叫公平，安尼才是转型正义。无毋对，其实咱的愿望，咱所有人的愿望拢是甲台语改变转来做通行语。毋过，咱要甲台语变做通行语啊，咱的手段是啥？咱的方法是啥？这重点是这啊。毋是讲要定国语言就反对通行语国语言甲通行语是毋是冲突的？毋是讲互相冲突的代志。毋过咱爱先了解讲，伫语言社会下通行语是啥物物件？通行语伊的意思，伊就是咧讲一个事实。比如讲你即摆到这个所在，你讲咱这个所在通行语是啥物语？这是咧描述一个事实，安尼尔。咱看咱 PowerPoint 的命令下来通行语的意思是讲一个社会大多数的人咧用的语言，也是讲伊母语无共款的群体族群之间互相沟通咧用的语言，这叫做通行语。伊是一款事实上的日常的沟通的语言，伊这个语词本身无法律效果。这个通行语是安怎形成的？啥这个社会的通行语是这款语言？这有可能是历史自然发展。嘛有可能是透过政治也是军事力量、经济造成的。像咱台湾就是一个足好的例啊。台湾咱1950年以前啊，全台湾的通行语是啥？台语。1945年以前，台湾的官方语言是啥？日语。其实台语做台湾的官方语言，这已经有500年的历史啊。因为是安怎？因为这自然形成的嘛。过去的移民安尼移过来，就是讲台语的人，就是较侪啊。这事实就是安尼自然形成。毋过咧，咱甲看即摆2026年，台湾的通行语是啥？中语啊。是安怎台湾中语会变做台湾的通行语？因为后壁即句啊，政治甲军事力量、经济造成的。这就是安尼啊。咱讲伫即个法律世界内底官方语言是一个有即个法律效力的即个公法的概念。毋过通行语伊是一个事实的描述，安尼尔。伊无即个经济法制效果、法律效果。所以咱要甲台语正做台湾的通行语，咱要透过即个法制的即个手段。即个手段是啥呢？就是甲台语定做官方语言。慢慢会形成即个台语变做通行语的事实。本来过去日语已经强要变做台湾的通行语啊，毋过就是较可惜。毋知影咱即摆会使讲可惜无啦伊管50年就去用赶走伊啊。伊若佫加管20-30年台湾的通行语就变做日语去。
好，啊，这是通行官方语言甲通行语的概念。我简单讲者，咱看我遮还有一份资料历史上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这个语言运动啊，争取语言权的运动足济啦我遮是列10个尔其实咱若真正要甲查起来可能有50个以上上重要当然这个1952年的孟加拉语言运动这咱之前讲座讲过，咱知影讲121世界母语日就是来源就是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伊的本质是啥？本质是这个孟加拉人因要争取孟加拉语做官方语言。游行的是去用大死5个人牺牲有牺牲者。过来这个卡塔罗尼亚语言复兴运动。因嘛是对，中华民国无这个法定的官方语言，台湾即摆敢若有这个事实上的官方语言。这个卡塔罗尼亚这伊嘛是长期抗争抗争因就去互政府镇压嘛拢有这个牺牲者。Quebec 这个101法案法语宪章这咱嘛足熟啊。比利时的这个 Flemish Movement 爱尔兰的 Gaelic 复兴运动Algeria 这个 Berber 之春南非的这个Soweto Uprising 因这Algeria 甲南非的这个起义因拢安尼尤其是南非这件因迄阵政府甲因镇压死几落百人后壁共款遮的这个语言运动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就像我之前定讲的，咱要做语言运动，争取语言权，要救族语这历史上的足济，毋是干台湾咧做呢，足济。因遮的人，世界的这个外国人安尼拍拼，牺牲性命，因到尾因要爱的是啥呢？就是甲因的语言定做官方语言。所以咱爱知影讲官方语言伊的意义是若遮尔济国家甲因的这个语言定做官方语言，是若遮尔济人、遮尔济民族为着要甲因的语言定做官方语言，因会使去安尼奋斗、牺牲，甚至咧牺牲性命，强要像革命共款咱讲政治上上悬的理想，若准讲是独立建国安尼语言上的上悬的理想，就是官方语言。咱爱去了解，爱去思考讲官方语言有即款意义，因为我即阵安尼走我嘛听过有的人有的妄称也是讲甚至讲伊是伫个台语科有一寡影响力的人伊讲官方语言就无啥官方语言就公务人员咧讲的话安怎毋免，就是看淡薄仔看袂起官方语言无其实这就是伊无了解，官方语言的意思，伊的意义伊伫个即个法律上的即个地位伊嘛毋知影讲历史上遮尔济人为着官方语言4个字，像咱台湾真济人为着台湾独立4个字去牺牲对无？历史上真济人为着官方语言
字吼去牺牲啊，哦，咱去思考这个意义。好啊，过来吼，当然咱的这个上重要的这主题，哦，就是语言分区。啊，像我拄则讲的，咱10年来吼，10多年来，无啥物人咧公开咧讲吼，台湾会使做语言分区，定官方语言做语言分区。啊，即摆吼开始有人咧讨论。啊，我遮吼就是要过来甲大家吼，过来说明吼一解。咱先来甲想吼，无分区的结果。哦，即阵啊，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吼，即阵啊，迄个美国总统吼，川普吼有讲一寡话对无？啊，讲一寡话吼，啊台湾吼，咱就真侪人吼，就开始咧讨论嘛，吼，即摆即阵啊上时行的一个事吼，维持现状啊，吼，维持现状，吼，就是特别美国啊，还是啥人吼，若出来讲一寡吼，讲一寡话啦，吼，啊，反对台独啦，吼，啊啥台湾的这个官员吼，就会跳出来讲，无，吼，咱是主张维持现状，吼，好，咱即摆来讲语言的部分啊，吼，无即摆现状吼，无分区，咱若维持现状啊，吼，台湾的结果会变做啥？就是咱已经进行吼120年的这个华化的政策，华化毋是去台湾化哦，吼，毋是去台湾哦，毋是甲台湾物件拆掉哦。哦，我毋是讲吼，这10年来政府吼咧去台湾化，毋是哦。啊，毋过即摆这中华民国政府吼，伊是咧做这个华化政策。华化政策是安怎呢？就是讲，吼，甲台湾人的这民族认同吼，该吼做这个华人的认同，拢讲咱是华人，吼啊投票投赢吼，选举选赢吼，就讲吼咱是这华人之光，华人世界的民主的堡垒，吼，咱拢是华人，啊，咱拢讲华语。啊，所以即摆吼，就是讲华语、讲中语的人，吼，认同中华民国，吼，感觉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吼，安怎，爱嘛讲啊，我是台湾人，吼，安尼啊，吼，这个华人认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吼，台湾去互食入去中华民国吼内底吼，即摆你互消化掉去啊。啊，这中语的霸权，吼，咱即下定讲中语霸权。中语霸权是安怎形成的？就是中语即摆是台湾唯一的官方语言，伊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因为过去这个独裁政府，伊毋免定法律啦，哦，因皇帝讲的就准算啊，哦，也是讲吼，凊彩一个行政命令，哦，这行政官员吼。写咧、拍咧，就准算啊！中语即摆是台湾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啊，因为这个官方语言吼，伊就形成一个中语霸权。啊，就像我拄则讲的，面顶遐人，政府官员、公务人员、学校的教学语言，全部拢是用中语。啊，伊一个体制吼，嵌伫咧遐。啊，下骹咧，则分配吼一寡资源，互恁遮所谓的即个本土语言吼，互恁有活动好办，互恁有节目好看，互恁有歌好听，吼，啊，甲形成一个吼文化吼，即中华民国之下，阁有即款的文化，迄款的文化，吼，阁咱阁会使看到即款的语言，吼，有活动。有戏好看，有歌好听，啊，迄款的语言，哦，有讲座，
有啥物？啊，事实上哦，这规个体制就是中医体制探伫遐，叫做中医霸权。啊，史官的错乱，这我之前嘛讲过啊。5年前的这个问卷啊，针对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啊，问你讲，台湾历史上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啥人？啊，这个国中生、高中生啊，拢讲第一名拢讲蒋经国啊，蒋经国，这个历史观错乱嘛。啊，即摆真侪人这高赞的啊，伊讲这个迄个啥人去啊？蒋介石因某啥物夫人？蒋宋美龄啦。蒋宋美龄对台湾足大贡献安怎？因为伊反共保台抱蒋宋美龄。啊，蒋宋美龄就蒋介石因某嘛，啊抱蒋宋美龄，敢毋是着抱蒋介石？这个史观错乱啊！即摆拢甲一个叫做反共甲伊扭到一个上悬的这个甚至会使讲是唯一的价值。只要你是反共的毋管你啥物理由啊，只要你是反共的你就是逐日咱甲伊赞声咱甲伊支持伊做啥物代志拢毋免插的史观错乱迄阵啊2、3个月前228大家咧纪念的时啊，罗总统伊的面册嘛铺一篇文章伊写讲这个228甲实名统治无关系，228甲实名统治无关系，意思就是讲中华民国毋是外来政权啦，毋是实名政权这拢是这10多年来这个政治人物透过因的政治的动作也是讲学校的这个教育因咧慢慢咧形成这个咧做这个华化的政策。当然大家拢讲爱台湾啦，台湾为主体对无？毋过台湾的本质历史这人民头脑内底因对台湾历史的认知慢慢拢咧改变，拢变中华民国去语言同款大家拢慢慢拢讲中语这个台语人口一直咧消失去。咱若无分区结果就是安尼。我即摆我莫讲这好毋好我是互大家想看讲，你要即款的结果你接受无？咱若维持现状就是安尼行落就是安尼好。咱即摆咱来讲即个分区，咱若做台湾做语言分区的，伊的意义是啥？这毋若讲咱若做分区咱台语就会保存落来其实这意义足宽的毋是干那安尼尔。分区的意义是啥？第一点，民族的尊属就像我之前讲的嘛，咱若有一个台语区咱的台语会伫遐活落来。台语若伫这个台语区活落来，台湾人就会使佫一直传承落去，台湾人就佫伫个啦。咱若准讲20年后，全台湾的人拢讲中语的时遐人就已经毋是台湾人嘛。无讲台湾话的人，要安怎讲佫是台湾人
因是啥物人？中华民国人啊。有个人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敢是安尼吼？这大家会使思考啊。中华民国绝对毋是台湾嘛吼。中华民国吼是迄阵啊吼走到台湾来是，要安怎是中华民国是台湾？吼，就是台湾变做去用同化嘛吼，变做中华民国。咱若有一个台语区吼，台湾人会使个存活落来。台湾人会使伫咧台语区内底吼，其他吼中语区你就是中华民国人嘛，台湾甲中华民国，台湾人甲中华民国人和平共存啊，安尼啊，对无？你莫讲吼，甲全台湾人拢变做讲中国话，中华民国人嘛，客家人嘛共款啊，咱有一个客语区，客语吼会使伫咧即个客语区搁传承落去，发展落去，客家嘛是。客家人嘛是会使成做一款民族啊，台湾有这个台语人，有客语人，中语人，有原住民族，形成一个这多元族群、多元民族的社会。这无共款的民族咱团结做一款的国族，台湾国族。安尼大家无共款民族，大家拢有家己的独立的这个民族性，会使传承落去。过来呢，分区阁有啥物意义？经济意义，这嘛足重要的。像我第一场的这讲座有讲啊，咱若做分区台语区、客语区、中语区、原住民族区。这对这个观光的这个产达啊，这有足大的这个帮助呢。像我之前举的例啊，你若一个外国人你来到台湾，你来台湾佚佗一礼拜哦，你伫咧台语区，你就听到台语，看到台文，足侪这个台湾这个文化，台湾文化传统，的物件。你就感觉足新鲜。你现在搁去到客语区，伊搁无共款，听到客语，交到客家朋友，听到这个客家山歌，过来中语区，搁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区域，这个文化的多样性，搁包括这个文化的差异性。这无共款的无共款的物件，有差异性啊，有差异性，就有这经济价值。这是对咱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产达这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动力啊。咱若无分区呢，后壁规个全台湾拢讲中国话嘛。外国人来去到倒拢是讲中语中国话，这甲去这个中国有啥物差别？你看起来就是刚刚去到中国的另外一个省安尼尔嘛，国防意义，这嘛是咱定讲的，语言就是国防嘛。上近的咧就是这 Ukraine 啊，这罗西亚去拍 Ukraine， 本来这乌克兰因嘛是有学校是用俄罗斯语咧教册乌克兰嘛，足侪人讲俄罗斯语因为因长期拢去俄罗斯帝国统治嘛。即摆这俄罗斯就拍过乌克兰人拢不爱讲俄罗斯语啊。学校嘛袂使用俄罗斯语教册嘛，袂使上俄罗斯语课。我册内底有写了一个例啊，爱沙尼亚嘛。人俄罗斯是去拍乌克兰去爱沙尼亚伫边仔看到，惊到讲，因学校内底从此以后嘛袂使用俄罗斯语上课。
嘛袂使上俄罗斯语课。这就是语言就是国防。所以咱定讲，咱台湾若是搁安尼中语化落去啊，咱后壁嘛免讲啥物国防预算啦，要做几台畅水艦啦，还是要买偌济武器啊，买偌济战斗机啊。咱若全台湾拢中语化去啊，这个物件拢无路用啊。因为人心就会感觉讲，我甲因都差不多共款的人啊，是啊，若要安尼拍来拍去，对无？大家和平相处啊，对，就变安尼啊，国防的意义。过来这个国力，啥叫做国力咧？咱甲看瑞士、比利时，这个国家。咱拢知影虽然因拢细细块仔尔，人口嘛无讲足济，土地嘛无讲足大，毋过因是国力足强的国家。咱莫讲国防啦，咱敢若讲经济咱知影像这个比利时因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平均的 GDP 啊，因是6万外美金呢。咱即摆台湾毋知偌济3万外，毋知有4万无？差不多人的一半。啥这个国家因的国力就遮尔强呢？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因这个国家因的人民啊，因拢会晓讲3、4款以上的语言。因为因有无共款的语言区。虽然讲语言区无共款，毋过伫咧共一个国家内底，因每一个人都会晓其他的语区的语言。所以我定讲咱台湾若做语言分区啊，台湾人共款每一个人未来啊，拢会晓3、4种以上的语言。台语、客语、中语。当然包括上重要这英语。你若一个国家的人拢会晓3、4种以上的语言啊，安尼这个国家的国力敢会无强，敢会袂强？真困难所以这就是这个咱做语言分区的意义。咱若无语言分区全台湾拢讲中语，剩一丝丝讲台语的人就伫一个小小的台语科拼死咧参加活动办活动，做这个读册会，家己去到外口全部拢是中语，当然维持现状就是变安尼，所以咱若做一个语言分区大家会使去想象看觅，这个我个人是感觉这个图像啊是足水的啦，足水的。好最后我要来讲，这个针对台湾做语言分区的主要的疑问就是当然，这语言分区过去无人咧讲对吧？即摆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出来了后毋是讲每一个人听到就会赞成就会接受有的人会有一寡疑问我最后这趴我要来甲大家回答讲我目前拄到的主要的疑问关于这个语言分区的疑问是啥？第一就是有人会讲，官方语言真好啦，毋过咱是安尼爱分区，咱无咱甲全台湾定2款官方语言，双官方语言，安尼会使无？台语甲中语拢做全台湾的官方语言，
安尼会使无？咱卖分区安尼，共款台湾规专区啦。哦啊，咱伫咧即个学术上，也是伫咧实务上吼，即点吼是行袂通诶啦，吼，行袂通。是安怎讲呢？咱伫学术上吼，咱知影讲，伫一个社会吼，若已经有存在强势甲弱势语言吼，强弱势差别真明显诶即个状况诶时啊，你就算甲弱势语言吼定做官方语言之一啦。啊，因为社会现实吼，人诶心理、人性吼，就是安尼，伊自然，伊咧使用诶时，自然会去选择强势主流诶语言。所以你慢慢啊共款吼，即个弱势语言慢慢会去互强势语言食去。啊，这实务上有例用，像咱后壁写诶比利时，咱知影因即摆是北边是荷兰语区嘛吼，南边是即个法语区嘛吼。啊，迄阵啊因咧定这官方语言要做语言分区诶时啊，嘛是共款哦。有人讲吼，啊无咱定双官方语言好无？荷兰语甲法语啊，拢定做官方语言啊，安尼敢毋是足好诶？结果即个北边诶即个荷兰语区诶人吼，因是拒绝诶哦。因是哪拒绝？因为因知影讲吼，那就算安尼定落啊，荷兰语共款会去互法语食去。因为法语是强势吼，强势伫因遐是强势语言，主流诶语言。啊，你若个定相关语言，嘛是无较大，所以因尾啊吼，嘛是共款选择吼，用即个分区吼单一官方语言。毋若比利时尔吼，即个魁北克嘛是哦，魁北克迄阵因要救法语对无？嘛有人讲吼，啊无吼，咱定英语甲法语做相关语言啊，安尼会使无？因魁北克人吼嘛拒绝，共款的理由，因知影英语吼是足强势啊。你若定一个相关语言，啊，互人自由选择吼，选择伊要讲啥就讲啥。咱自然嘛是共款讲英语，法语嘛是早晚吼会去无去。这以因的话来讲吼，这叫做慢性的自杀，慢性的自杀，毋是急性的，毋是讲啊你去跳港啊，是安怎一时啊就out倒啊。你定相关语言是慢性自杀，对弱势语言来讲。所以，若反倒转来看咱台湾目前吼中语是足强势。虽然讲台语还阁有真侪人会晓讲，像我一开始讲诶，还阁70%诶人会晓讲哦。啊，毋过因就无要讲啊，因即摆就无要讲啊。你就算阁家己定做相关语言，你嘛共款讲中语啊。所以需要一个分区单一的官方语言，安尼这台语才有法度活落来。好，过来佫有一个问题，这嘛是有迄种教授级的老师提出的问题。伊讲啊，若要做语言分区画一个台语区出来，安尼是毋是甲台语降级咧？啥物意思？因为真侪人认为讲啊，台语过去是全台湾的官方语言，啊不，全台湾的通行语啦。啊，你即摆若改画一个区域，互台语做官方语言，安尼就变做敢若毋是全台湾啊？安尼是毋是甲台语降级？安尼敢若淡薄毋甘愿，毋甘愿呢吼？咱台语人对咱台湾人来讲，小可毋甘愿。事实敢是安尼？毋是哦。咱为两个层面来看啦。像咱一开始讲的，一个国家地位上悬的语言是啥物语言？就是官方语言。所以，就算讲你甲台语定做一个区域官方语言，毋过伊嘛是共款是官方语言。所以，
即摆台语毋是官方语言，未来若变做一个区域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啊，伊的地位事实上是升级哦，毋是降级哦。你做一个区域的官方语言吼，比啥物即个名义上吼，即个通行语吼，即地位拢是搁较悬。过来啊，咱大家也想看觅啊，咱即摆全台湾的官方语言是啥？中语啊，中语对无？好，啊，咱若甲一个区域定做，一个区域的官方语言定做台语，台语占一个区域，哦，可能台湾的一半，啊是2/5吼，安尼，咱中语共款去用刣一半掉呢，对无？咱有一个台语区啊，中语区，啊，本来中语是占全台湾拢去互霸占去啊。咱若做分区，中语伊的即个范围嘛会缩小哦。安尼大家公平啊，大家公平。台语做一个区域的官方语言，中语做一个区域的官方语言，两个拢是官方语言，两个拢有个人的区。安尼颠倒吼，甲中语吼，即台语吼，甲中语颠倒，即地位吼扭起来，扭做甲中语平等。那以即摆来讲，台语的地位甲中语是完全无平等。中语是官员咧讲的，是学校教册咧用的。啊，台语敢若会使吼，伫我创一个迄文化活动，吼，文艺活动，哦，拍戏、唱歌，安尼。吼，你语言地位是完全无共。过来啊，最后就是讲啊，咱做语言分区吼，就像咱拄则讲的，瑞士有4个语言区啊，比利时有3个语言区啊，哦，啊，真侪国家有语言分区啊，啊，毋过这并无代表讲吼，因即个语言区的人，就敢若会晓讲一款语言。像咱拄则讲的，有做语言分区的国家哦，因全国的人民啦，每一个人拢会晓讲3、4种以上的语言哦。哦，啊是安怎会安尼？咱以台湾为例啦，吼，台湾若分作台语区、中语区、客语区，台语区嘛爱上中语课哦，吼，台语区嘛有中语学校哦。台语区嘛爱上客语课哦，啊咱台湾嘛是细细块仔尔，啊客语区甲台语区、中语区互相拢连做伙啊，啊，迄人民吼会沟通往来，吼会来去，这自然吼就会变做每一个人会晓讲3、4款无共款的语言的即种结果，吼会变做安尼吼，变做即种现象，这就是分区后壁的作用。所以吼，分区毋是降级，分区嘛毋是讲甲人民吼隔离，互你吼，你敢若会晓讲台语，你敢若会晓讲中语吼，毋是安尼，吼，变做每一个人吼，拢伊的这头壳底吼，拢伊这本质啊，拢已经是一个多元吼。文化的这个本质，过来我拄着讲吼，有人讲分区，听着我讲分区吼，人讲啊分区敢袂伤粗残，吼安尼，你即区的人想要若讲别款语言的人要安怎？吼，比如讲你台语区的人啊，讲客语的人要安怎？这个问题啊，足奇怪的。大家想看觅啦，像我拄则讲的啦，即摆全台湾。无分区对无？但是全台湾都是一区嘛，啥物区？中语区啊！即摆全台湾都是中语区啊！啊，即摆全台湾做一个中语区，中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中语霸权看伫遐。啊，遮个人拢袂感觉现状是粗残啊！啊，即摆来讲吼，咱画一个台语区出来，画一个客语区出来。颠倒伊感觉安尼敢若伤粗残，哦，这安尼是毋是足奇怪？这就是吼，这个人吼已经去互
差不多同化完成啊。伊即摆吼，甲台湾吼做台湾中医环境，甲中医做台湾官方语言吼，伊伫伊诶认知内底吼，就是一款吼足自然、理所当然诶代志，敢若无需要去怀疑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啊，总统就本来就应该爱讲中医啊，媒体新闻本来就应该爱讲中医，学校本来就爱用中医教册啊，这是本来就爱安尼啊，对这人来讲，本来就是安尼。啊，事实上是啥？事实是本来毋是安尼啊，本来嘛袂使安尼啊。哦，所以啊，毋过吼，对因来讲吼，伊甲伊讲着分区啊，感觉分区伤粗残。哦，这就是吼一个错误的观念啦。哦，啊，像我拄则讲的，分区吼一点仔都无粗残哦。伊台语区的人共款爱保障中医人的权利，共款爱保障客语人的权利。吼，这吼咱拢会使伫咱的政策伫咧法案内底吼，来规定好清楚楚，袂去侵害着吼别款语言的人的即个基本权。这外国的即个法案吼，拢有足侪好参考的。过来吼，有人讲吼，分区会乱，讲啊袂使啦，台湾啊分做3区吼，乱起来吼。你讲分区会乱吼，我感觉吼，可能喺中国历史吼，喺战国时代啊，还是喺三国时代吼，看伤济吼，感觉啦吼，画做无共区吼，大家会相拍呢。敢会？哦，啊，随时因敢有无讲无共款的话吼，直接甲人家拍来拍去，无嘛吼。啊，比利时有人讲吼，比利时嘛政治嘛足乱的啊。比利时吼，因是自古早吼100-200年来吼，都乱甲吼，即讲荷兰语的人讲法语的人吼，定定伫遐吼，咧互相对抗吼，武甲向要争起来。武到尾啊吼，即个讲荷兰语的人吼，向要独立无，发独立无。尾啊，因想出的即个解决的方案啊，就是做语言分区啦，就是互荷兰语的人吼，一个官方语言，一个区一个官方语言；讲法语的人，一个区一个官方语言。则甲因过去吼，即款吼。袂下吼，即个混乱的即个政治的即个状况吼，改善，所以分区颠倒袂乱。比利时就是为着互因国家卖遮会乱吼，才做分区，毋是吼，甲因分区了，因才开始乱。这是一个历史的即个事实。啥若分区才袂乱呢？因为吼，你若做一个分区，你讲即款语言人，你就知影讲，我的语言、我的文化、我的民族，会使伫遮吼好好存活落去。伊就袂有迄种吼民族会去用消灭迄种惊吓。即比利时、即荷兰人，也是讲魁北克即个法语人。因就是有即款惊吓，因就是惊讲吼，咱的民族早晚会无去，所以因才定起来对抗，哦，定起来即个反抗，哦，啊，甲对方吼，即个冤家吼相拍，哎，啊，你若分区落去时，因大家吼个人吼心内安定，哦，毋免惊讲吼，我的民族消失去啊。这就吼袂阁去甲人冲突，所以分区颠倒是吼解决政治混乱吼一个真好的方法。好，过来吼一个分区吼，有人讲吼啊，即个台湾吼拢分区啊，要安怎分区？哦，中医人、台语人拢南做伙啊。其实吼，台湾毋是分区啦，台湾无分区的问题。这是表面上，
表面上看起来，敢若中语人甲台语人生活吼难做伙，其实毋是哦。台湾即摆现况是啥呢？是目前大部分的台湾人，70%以上的台湾人吼，伊拢有双语的能力，毋是讲有一款中语人，有一款台语人，两款人无共款，毋是哦，毋是安尼，是他袂晓讲语，嘛会晓讲台语，伊有双语的能力。所以，咱那个一个所在，比如讲，我这内底讲的台南、高雄、嘉义吼，等等这个县市吼，咱家划做台语区。啊，因为这个人伊本身就有中语能力甲台语能力啊。啊，咱若家划做台语区，伊毋免经过迄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伊自然就会使讲台语，因为伊本来就晓讲啊嘛。大部分人本来就晓讲啊，所以划做台语区，伊就晓讲台语；划做中语区，伊嘛晓讲中语。所以无迄种切割，也是讲吼，爱语言转换的成本的这个问题。我是讲以目前啦，以目前来讲，若过10年，个状况就完全无共。过10年，大部分人袂晓讲台语，拢敢讲中语啊。你若要搁做一个台语区吼，人就会讲，啊，我袂晓讲台语，以后画做台语区要安怎？我是要安怎讲？就会变安尼。所以就是讲吼。台湾目前无分机的问题，而且吼，咱若要做官方语言，要做语言分区吼，都是要趁钱嘛，趁刷来这5年、10年的时间吼，紧来做，无等甲大部分人口吼，拢去用写做中语人的时候，到时要定什么官方语言，要做啥分区吼，迄嘛拢袂赴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吼，有人讲吼，台湾吼有个所在吼，有客家族群集中族群啊，集中区啊，也是讲吼有原住民族的集中区啊。啊，你若甲迄个大区划做啥物区？譬如讲划做台语区，还是划做中语区？啊，遮个客家族群要安怎？吼，啊，遮个即个原住民族要安怎？吼，啊，这其实吼，拢是即个法律吼。这技术上会使解决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就好。哦，比如讲瑞士，咱西洋瑞士吼有一款民族吼，或者因是讲罗曼语的吼，罗曼语哦，因伫全国头占0.5%尔。啊，毋过罗曼语吼，嘛是去互因的法律定做官方语言哦。而且伊有一个名词吼，叫做半官方语言，半官方语言。啥叫做半官方语言呢？就是因伫个法案内底，因特别用条文去保障即个真正极少数的即个民族的人的迄个语言权利啊，特别去保障。比如讲，因的即个法语区，法语区就是。官员吼，公务人员拢讲法语嘛，学校用法语教册嘛。啊，毋过因法语区内底可能嘛有少数的即个讲罗曼语的人哦。啊，毋过因为人真少数对无？所以因无法度要求讲吼，即法语区的公务人员吼，你拢爱主动第一语言拢是讲罗曼语。啊，毋过因若拄着讲罗曼语的人啊，吼。即个政府官员吼，爱会晓甲因用，爱找着吼，一定爱找着吼，会晓讲罗曼语的人，甲因服务，吼。啊，即个学校吼，嘛是共款，爱有即个罗曼语的即个学校，所以伫个无共款的即个语言区内底，吼，若有讲真少数的即个语言族群啊。这咱是会使伫个法条，吼条文内底吼，去设一个保护吼的这个条文出来，吼，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吼，这拢最好解决。哦，以上呢，就是我目前吼走到即摆吼，针对这个语言文区吼的主要疑问，啊，我直接吼
做一解吼，甲大家说明。吼，大家会使思考看觅。吼，你嘛会使去网络，即摆吼 AI 足方便诶，对无？吼，你有去查者吼，就知影。吼，看吼，别个国家吼是安怎做诶。好，我今仔日吼，今仔日工作前半段吼，我就讲到遮。咱即摆吼看到咱现代医师吼已经上线，吼。吴医师敢有听到我诶声？有，我有听到。好，咱即摆吼后一趴吼，就来欢迎咱诶即个吴医师吼来甲咱分享。Hello，大家好。大家敢有我先好。来，歹势，我先讲一个吼，咱主题啦吼。咱今仔日吼，我遮方面遮无写。咱今仔日吼要先请吴医师吼来甲咱分享，就是讲，咱知影讲吼，伊是本来吼，伊的出身啦是即个冠村的即个主题，吼。毋过吼，结果伊即摆是台独的，吼，又阁是要讲台语的，吼，所以咱要先请吴医师吼，甲咱分享伊的即个成长的即个过程，吼，伊的思想意识形成的即个过程，是安那会为贯村的主题，吼，形成即个台独的意识，是安那吼，会为贯村的主题吼，有形成即个伊的台语意识，伊即摆伊嘛足拼死的学台语、讲台语，咱请吴医师吼，甲咱分享者。大家好，我是吴兴台。我是贯村的，但是进前拢敢若讲我是外省人的主题，我是贯村的。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故事，会使向大家讲，我到底是迄个文化甲为细汉甲大汉的生活有到底是有安怎无共款？就是我顶个月去一个咱内湖的一个神做工做运动的一个活动。迄个活动就是我到的时阵才知影讲，伊去的人听起来拢是贯村的，所以讲伊咧运动做了大家拢开始唱歌，唱的歌吼就是听起来就是外省歌就对啊。唱一轮了吼，因就叫我嘛爱紧一条唱。我想想袂到要唱啥嘛，我就想讲，我本来选举的时阵拢是唱，比如讲，对对对呀，或者是比如讲，拢是台语歌较侪啦，爱情还是批这个歌，但是因为迄个人拢是贯村的，所以讲我就想我为细汉的时阵拢听我爸母唱啥物歌，结果我想到一条是邓丽君有一条。你怎么说？我头壳内底就想就想到，敢若这一条歌尔。这条歌其实我已经2、30年无捌听过但是迄条歌吼，我想到的时阵，我完全会晓唱哦，就是迄个歌词是365个日子不好过，然后我唱了就。我的助理就甲我讲，哇，现代你真正是贯村的。我后来才知影讲，其实大家足侪人是毋捌听过这条歌的，也是讲甲我平大的少年仔，嘛毋是少年仔的，比我较细汉的少年仔，其实拢毋捌听过但是我就是定定听着安尼，所以讲我真正是贯村的我。为细汉开始，阮厝内其实完全无人讲台语若是阮爸母若有咧讲一句两句，拢是讲好，咱行，敢若一句吧，应该就无我开始学台语，其实是我
大学读了去屏东做医生的时阵，因为迄个时阵足侪屏东人是敢若会晓讲台语的，我若是无讲台语，其实完全无法度做工课，无法度听我患者甲我讲伊的状况，所以讲就豆豆仔开始学，豆豆仔开始学，所以讲其实我讲了较好的，其实拢是做医生的时阵迄个以下的俗语，啊，平常时咧抬杠讲政治，就爱搁较练，是即个状况。啊，一心老师，捌传即个宣言互我，我其实，这几工我就有甲我的助理咧讨论讲，咱到底用一个议员的身份要安怎推销即个宣言，我是想讲爱为家己做起啊，所以讲，即马其实我的团队内底啊，若是我助理我的员工有考过台语的认证考试，其实我薪水就会甲伊加几千箍，嘿嘿。啊，到时嘛是公开我咧征助理的时阵，拢会照安尼做。其实因为台湾基金进前伫高雄的时阵有一个议员嘛，嘛有争取台语的国小，但是即个台语的国小已经开应该是1档要2档啊。迄个小学生毕业了后其实嘛爱有全台语的国中，甲3年了后，搁爱有高中嘛。所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无法度搁等的代志啦，爱豆豆仔推萨。要毋过台北咱即马是无台语的国小，所以讲我认为是会使为即个全台语的国小开始来争取。因为台北的市政府迄个文化甲观念甲高雄甲台南搁较无共款。其实台北你会使感觉到，就是做官的人其实完全拢袂晓讲台语。无认为讲台语是一个重要的语言，我2个小学生囡仔伫台北读小学的时阵其实若要学台语，伊本来头一工开学的时阵，老师阁有甲伊讲，我袂晓讲台语啊，但是即摆拢爱教台语，教台语的老师无够，所以讲伊嘛毋是讲台语，伊是讲闽南语，我是客人啊，我无法度讲闽南语，所以讲咧上课的时阵，我就会放 CD 互因听，嘛是拢会学，我听了就感觉讲，哇，看来咱台北即马教台语的老师嘛无够，所以讲即个老师的即个需求嘛是一直有伫咧，咱应该爱推销互即个会使教台语的老师搁较侪，是安尼。而且老师即个宣言内底啊，有一个是讲公务人员爱用台语嘛，我嘛真认同，因为上少是咱即马公家的语言应该爱有台文的，因为若是咧翻译的时阵，其实嘛会使创造即个需求，会使翻译的人才会使稳定做的工课愈来愈侪，安尼。咱训练了，会使翻译，会使教台语的人就愈来愈侪。我看有一个人举手，是我。哦，医师，现在医师歹势，有听到无？有。医师歹势啦，因为我本来我是想要请你先分享你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心路历程啦。因为我拄则我无注意甲 PowerPoint 开到即页哦。歹势，所以你看到这 PowerPoint 就开始咧讲遮我先甲伊刷去别页，我想要先互大家听你的故事安尼。好。歹势，我是刚好先开咧等。我甲你应聘了呢。我其实我讲台语比我讲英语搁较紧张，所以讲我看到啥就讲啥我家己学台语的时阵啊，因为我是真正有感受到，就是若有需求的时阵，你学着会较紧。所以讲我拄则有讲我咧甲患者
讲话的时阵，我讲台语较认得嘛，就是因为你确实是有讲有回，所以讲伊有一个伊的过程啊，毋是敢若讲我看电视还是看啥有一个教材，嘿，所以讲若是即个需求吼有愈来愈多，就表示讲会使讲啊，知影要讲的人会愈来愈多。而且我其实大家拢知影我是读医学系的嘛，我其实为细汉工课就袂歹，啊，但是伫学校内底的时阵，学校拢教英语，所以讲我读英语嘛，开足侪时间咧学习的。但是即摆做工课的时阵，其实讲英语的机会嘛，无比讲台语较多啊。所以讲我感觉吼，其实台语的教育是足需要的。啊，我嘛希望讲我家己甲我的囡仔会有搁较侪教育的资源，会使互咱是讲无痛着学习。嘿，我感觉这是政府欠咱的啦。嘿啊，对我来讲是安尼。嘿，啊，即摆其实我差不多3、4档进前是住高雄，啊，伫高雄其实讲台语的人就有较侪，所以讲你心肝内底就会预设别人拢会晓讲台语，你讲台语就较自然。啊，但是伫台北的时阵吼，确实你讲台语是会感觉到别人会小可切一下安尼。嘿，我嘛有经验是，我的助理应该是伫区公所咧爱申请身份证的时阵，伊在讲台语，啊，结果阁有一个小姐甲伊问讲，Where are you from？ 听起来毋是，就是外国人的感觉，所以讲台北人确实是讲台语的足少的。哦啊，我今年啊三月份的时阵，我有举办一个全台语的钓鱼仔的课，哦，因为我这一单以来吼，我主办就侪钓鱼仔的课，啊，钓鱼仔迄个老师就是咱来学一个社区大学的老师，哦，伊是教自然的，啊，伊甲我配合差不多半冬了吼，伊就知影讲，现在是一个咱的政治的立场是安尼嘛，所以讲伊就甲我讲，现在啊，我今年我上大的愿望就是爱主办一个全台语的钓鱼仔的课，啊，因为我即个课程拢是小学生较侪，吼，所以讲我就是爱找着全台语的家庭，啊，完全会晓讲台语的小学生来上即个课，吼，啊，我今年3月份的时阵嘛有举办即个课，啊，有差不多要10个家庭来上课，啊。即个课内底，台语讲遐上袂认得的就是我，但是我嘛是足欢喜的，感觉讲即个课程过程我嘛学习了足侪鱼仔甲自然的词，好啊，现代医师，你进前吼，你捌甲我分享过吼，即个转型正义啊，台湾历史甲即个台语的关系吼，对你来讲，你的即个感受吼，啊，会使请你搁甲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迄阵啊，我捌听过吴医师讲过2届，我听2届，我拢听甲目屎红要练出来安尼啊。我想要请医师吼，搁甲大家分享一下。对啊，即个若要讲吼，大概其实拢足侪感受啦，因为咱顶届即个课是伫2月份，差不多2月份的时阵嘛，啊，迄个时阵就足侪礼拜活动，啊，即摆是519是白色恐怖纪念日，哦，啊嘛有足侪活动，啊，对我来讲，其实我关心台湾的政治是差不多这5-6冬开始，才豆豆愈来愈清，愈来愈知影。啊，但是咧看台湾的历史的时阵，我有一个足深的感觉，就是足侪伫历史上，真实的历史，比如讲228，比如讲白色恐怖，拢我感觉讲华语就表示讲中语，就表示讲你是徛伫殖民者这边的。啊，若是要真正徛伫台湾这边，你就是爱讲台语。所以讲，你看228，比如讲，若是有记者会，有人找台湾基进的人去代表
爱发言，也是找我去分享我的感受，我拢会感觉讲，我无法度讲，我无法度用我家己认同的话讲出来。所以讲，迄个感觉就是我其实讲中语的中华，讲中语甲华语的时阵，我讲话是足紧的，我写文章嘛足紧嘛，大家拢知影。但是若真正我想要用台语讲出我的心声的时阵，我就感觉讲我的石头甲已经甲人加掉的即个感觉。所以讲，其实，我是外省人，但是阮翁的爸母，我的大家拢是台湾人，伊是为细汉就开始讲台语，所以讲伊嘛有，我结婚了后，阮的大家吼，甲我讲话的时阵都拢讲甲较含慢，但是伊讲台语比家己咧讲的时阵就讲了足紧的，所以讲我嘛有感受到，家己感受到是讲即个语言的转型吼，代表咱会使甲进前讲台语的即个思想、即个智慧，搁找回来。安尼对我来讲，才是正义的一部分啦。嗯，对。好，感谢吴医师吼。关于这点吼，我想要补充两句话就好啊吼。即阵啊，真侪人咧讲吼历史补课，对无？真侪人吼，包括个人也是团体吼，拢咧拼死吼咧传播咱的过去的咱台湾人去互迫害即个历史啊，真侪人毋知着。毋过就像拄则吴医师讲诶，你要讲过去台湾的互迫害历史的事啊，你若用中语去讲啊，安尼敢毋是？你看哦，台湾的历史是啥？台湾一个足重要的历史，就是过去台湾人拢讲台湾话嘛。这就是台湾的历史的上重要一部分啊！你要讲历史补课，你要讲过去台湾人的历史，啥人去互迫害，啥人牺牲，啥人安怎？毋过你用中语去讲的是，这是毋是一款一个你用甲咱迫害人的语言去讲过去去互迫害人的故事，这是毋是敢无一种认知的错乱这点足奇怪，这是我这一个感想啦好，我遮想要请吴医师佮甲人分享之前我有问过吴医师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段做政治的，因为定人你捌甲我分享过嘛？有人定人甲你讲医生做好对无？啥要来插这政治对无？政治搁遮尔忝搁来受到人攻击啊！甲你立场无共的人就会甲你攻击你安怎？你若做一个医师你伫社会上搁有这个地位，人会尊重你无人会甲你无人会讨厌你你啥？你要来插这个政治安尼像我拄则讲的，我开始关心政治，差不多是5、6工以来的代志嘛，就是因为无即摆已经2026年啊，已经差不多要8档啊，是因为是香港反送中迄个时阵开始关心的但是关心台湾的政治了后，就爱补课，就像老师讲的，补课这几档啊，我就感觉到讲，其实台湾的政治即摆有一个困境。是因为咱这种党是民进党嘛，毋过咱这种党是伫中华民国内底，所以讲伊无法度伫中华民国内底体制，搁爱讲爱改变中华民国，伊无法度主张台湾独立但是咱若是无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表示讲咱其实永远无法度放杀中华民国这个甲咱带类的物件，表示讲即马在野党拢是亲中的政党，
啊，台湾即摆政治的选择内底，敢若有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困境是互我足无法度接受的。毋是因为我家己的生活会受到即个影响，其实因为我已经要40岁啊，所以讲其实即摆即个状况我嘛足稳定的。但是我一想到讲，我即摆有2个小学生的囡仔，伊愈来愈大的过程，伊伫学校上的课是教中华民国的历史，啊，伊较大汉了，伊若是要正大光明的讲我是台湾人，伊头壳内底会想足多的。其实我就是毋甘济，我感觉讲，咱的下一代其实有一个，伊应当爱有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伊应该爱有的。就这个感觉就我感觉有淡薄仔想讲，就是政府欠我爱有一个受台语的教育，所以讲我即摆40岁啊，我讲台语佫讲袂好，啊，但是台语就是我即个土地顶悬足侪人在讲的语言，所以讲我无受到政府甲我有一个基本的教育，啊，我嘛感觉讲我的后一代无一个基本的国家。这是足基本的代志，但是到即马咱阁无法度互因做，所以讲其实我想要做政治，想要选举，想要一直伫基层继续努力，其实就是因为这，所以讲这个过程内底啊，其实足侪人甲我骂嘛，因为顶届我甲国家如选举的时阵。其实民进党的支持者嘛是对我足侪怨言，都无法度谅解。但是我感觉讲，顶届选举了后，咱差不多这2、3冬就继续伫大陆南港。若是有人要找咱斗相共，若是有啥物在地议题，咱就继续做，继续讲。啊，豆啊，其实愈来愈感觉。愈来愈人知影咱，啊嘛愈来愈人知影讲台湾爱有一个真正是主张台湾的一个政党，啊，伊毋是执政党，伊是在野党。我感觉即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其实即马要做医生，因为阮翁伫高雄的营总做医生，所以讲伊一礼拜就是逐工拢爱坐高铁，其实足忝的。我即马伊。甚作伪单亲啦，就是逐工送囡仔上课啊，接因搁煮食啥，其实拢是我家己，啊，搁要选举，搁要做医生，其实实在是足忝的。但是我感觉讲有一个力量，互我讲一定要继续做，就是因为我感觉基层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就是台湾爱有一个，就是主张台湾，主张那是主张台湾，主张台湾独立拢会使，伊一个政治的组织。所以讲，这嘛是咱基层即届会甲时代力量、甲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甲绿党合作的关系，就是因为咱其实想要将即个主张台湾的政党大家爱合作，啊，愈来愈大。因为只有安尼，台湾未来才有希望。因为我真正是无想要我的囡仔大汉了后，伊会使投票，伊会使投票的时阵，搁有一个国民党，啊，搁有一个民众党，啊，伊会问我讲妈妈，我安尼爱投互啥？我拢无想要投，我毋敢安尼啦，是因为这。我敢会使请问农医师，就是恁即个小党联盟，就是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就是要行台湾独立即个路线，是毋是？啊，还有包括即个每一组的组织拢要做核证，是毋是有？就是大概即几个党拢是有即个共识，是敢是安尼？这其实我爱坦白讲就是因为台湾基层是一个主张
足强的震动，所以讲咱对台湾的感受，咱对台湾的主张，咱对台语的主张，其实拢应该是咧创党的时阵就已经确定啊。也毋过你看时代力量甲欧巴桑联盟，已经是这几年啊才开始豆豆啊来改变伊的主张嘛，因为时代力量正时代力量正是国昌伫内底，所以讲伊的规个政党内底的人吼，我感觉伫迄个时阵是千奇百怪，就是咱其实在座的人一定拢无认同的人嘛，有伫咧时代力量内底，正确实是安尼。所以讲这几年差不多为大罢免的时阵吼，咱其实就拢咧观察讲别个小党对罢免的主张是啥物，啊对民进党的态度是啥物。其实我即马的感受甲观察是，大家伫对台湾大是大非的立场顶悬，其实拢是共款的。比如讲，军购案，咱的主张就是一定要照美国这个建议来全额1.25兆这个方案。也毋过伫对民进党的态度顶悬，甲对其实较民生社会议题顶悬，咱就有大的无共款。所以讲，其实这两党的合作吼，我感觉讲毋是咱即个政党甲别个政党愈来愈相像，是咱其实拢无相像，但是咱会使合适着，就是咧无共立场的时阵，要安怎合作啊？确定咱的对国家对台湾的立场是共款的，安尼对我来讲就已经有够啊。也毋过对台湾即个台湾基进就是主张台湾独立嘛，但是别个政党吼，毋是讲伊反对台湾独立，只是讲伊即个政党咧创党的时阵，其实对台湾的即个国家的建立无啥物讨论啊，所以讲足侪党员别个政党的党员，其实无一定对台湾独立是有想法的。我的观察是安尼。好，多谢吴医师的这个回应吼。来，我想吼，咱等下留时间互各位朋友问问题，咱先互吴医师甲咱的主题分享了，安尼好无？好。吴医师，我最后想要请问吼，就是我顶面有问过吼，就是你这段时间吼，将近的这段时间吼，你度过吼，你上快乐的代志，甲上悲伤的代志是啥？我顶个有讲上悲伤的代志嘛，就是因为2024年迄个选举，其实足侪毋是无共立场的人咧讨厌我，是共立场的人，因为我是拢咧骂我就对啊。所以讲差不多2025年较头前，甲2024年几年有一段时间我是足受伤的。也毋过2025年的时阵，迄阵礼拜游行有一届吼游行的时阵，我有拢规个伙仔拢去啊，咧开始要行正前有一个看起来差不多60岁的大哥，伊就行过来，啊，伊看起来嘛毋是一个定定爱甲人拍招呼的人，伊看起来有淡薄仔害羞。也毋过伊行过来了后，就甲我讲，现在我其实拢伫Line啊，甲面册顶悬拢有看到有人咧骂你，但是我逐年礼拜游行，我拢有看到你来啦。所以讲，我就是想要甲你讲，其实有足侪人知影讲骂你的人拢毋是真的，啊，你放心，你继续努力，努力安尼。啊，其实我迄阵听了伊讲。对我是一个足大的安慰，因为台湾基进是一个小小的政党嘛，所以讲咱其实无啥物
咱党员嘛足少诶，而是咱足侪议题诶发生拢敢若有法度开记者会，搁伫面册顶悬写文章，其实咱无法度讲影响着网络顶悬扩散群以外诶人，所以讲伫网络顶悬即马足侪侧翼粉专对咱诶攻击其实是足凶诶，我其实继续努力选地方选举嘛是即个原因，因为若是靠记者会写文章，努力伫议题顶悬诶即个 advocate 其实无够，我感觉即马伫政治诶讨论顶悬吼，其实用网络已经无够啊，是一定爱伫地方去熟识朋友，去面对面诶解说加 advocate， 所以讲2026年诶选举吼，咱即届就毋是用遐尼啊激进诶形象伫家己熟识，是因为我爱伫地方互大家知影讲，吴医师不只是一个台湾独立诶advocate， 伊是一个妈妈，伊阁是一个医生。其实咱会为安尼主张台湾独立，爱主张讲爱讲台语，爱主张啥，其实拢是因为咱对即个土地的爱，毋是因为咱敢若有一个伫空中的想法尔。咱的想法其实就是因为咱有咧认真的生活，有咧关心台湾，才会发展出即款的主张。我希望甲来互南港的乡亲讲的是我的即个想法。好，多谢医师吼。安尼，咱最后吼，这个一趴吼，我要来转到拄则我的迄 PowerPoint 啊。拄则吴医师就是咧讲这啦，因为我本来想讲开咧等啦，开咧等怎吴医师看到吼，怎讲落吼。我先甲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南营族语福建连线共同宣言吼，这就是即摆阮的团队吼，阮团队合作台湾官方语言制定会议嘛吼，阮目前有真侪行动吼，真侪行动咧做，即条吼是目前的真重要一个行动吼，这就是吼，阮咧找吼，即摆当咧找吼，当咧找即个台南市高雄市的即个市议员，阮要伫咧即个市议会内底吼，找这议员吼，咱来做一个连线，要伫未来这议会内底吼，要推动即个台语福建的即个政策吼，也是法案吼。我下骹吼，即摆大家看到这吼，这算是一个标语啦吼，标语尔吼。阮另外的即个计划吼，有具体几若页吼，几若页真侪内容的计划。因为这 PowerPoint 吼，我想讲用较简省的吼，我用标语甲伊拍起来。主要吼，目前是希望即个议员连线吼，会使伫咧议会内底吼来推动吼。目前大家看到的这7条吼，第一吼，伫议会讲台语，用台语质询，因为咱都讲啊，官方语言是啥？遐有权力的人、权力者、官员、民意代表，因遮拢讲中语啊。就是过去长期以来吼，拢安尼吼，在社会人民众看到讲，哇，总统、院长、县市长、部长，立委、议员因拢讲中语对无？这就是这语言尊严啊，语言地位甲语言尊严。这有权力的人拢讲迄款话是啊，慢慢民众吼，就会对咧讲。即摆阮希望讲议员吼，会使伫咧议会内底吼。讲台语，
互台湾人社会看到讲，议员嘛会使讲台语呢，官员嘛会使讲台语，因拢咧讲台语，安尼咱嘛来讲台语。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啊，真好的这个方式啦过来前进方式推动台语成做各级学校的教学语言。用前进的方式，为课时语言开始，为这个单科，非升学科目开始，慢慢甲台语成做学校的教学语言。过来制定自治条例，推动台语做公务用语。这嘛是像我拄则讲的，恁即摆大家去这个公家机关，不管是啥卫生所啦，还是说啦国税局啦、区公所啥物啊，你入去，对方一开嘴就是中语嘛，这就是因咧使用的官方语言。咱地方议员会使来制定这自治条例互这公务人员伊第一使用语言讲台语安尼。第4条制定这个本土语文教育自治条例保障本土语教师的权益。这是咱清代陈丽君教授台湾系主任陈丽君教授伊特别注文的伊甲迄阵伊讲恁一定爱杀这个本土语教师的这个权益因为即摆这咱教台语甲客语的这个老师伊个地位甲一般正式老师无共款因为福利拢真无公平就对啊啦。咱爱来对这个本土语教师这权益爱有来甲伊保障来甲伊提悬。过来当教服务人员的语言加级计划，当教人员，咱需要当教服务的人，拢是咱4大人65岁以上啊。这65岁以上的台湾，80%、90%拢是讲台语啊，母语拢讲台语。毋过咱即摆当教人员若毋是少年仔，就是外籍人员嘛。这个人拢讲中语啊。所以咱甲伊咧照顾的时甲伊讲中语这无法度这心灵的交流啦。咱是认为讲咧照顾你毋但是照顾人的身体嘛，是要照顾人的精神你若会使用对方的语言甲对方去交流沟通的时伊若心情快活起来反正身体嘛变好这当教人员这个用本土语言会使加进这嘛是希望议员会使伫个议会内底推动。过来路地场所名、路名、地名、场所名用本土语文标示相关的单位活动用台语导览，这就是像咱拄则讲到的，你用实名者的语言，你用迫害者的语言，你讲被迫害者的故事，这敢毋是一款人治错乱的种现象吗？你即摆你批评你骂讲过去遐个人咧甲咱迫害咱爱转型正义，咱爱安怎？结果你讲的话是遐甲咱迫害的人咧讲的话，毋是足奇怪，这就是这咱咧讲历史啊，像我去南部佚佗去食一寡博物馆啊、文学馆等等因有当时办了活动对无？讲台湾历史台湾人物，结果用中语咧讲，中语的介绍这嘛是拢需要去做改变最后第7条成立这个一级是县市政府这个一级的机关这个台语福建的咧专职单位啦比如讲台语福建委员会来整合整体的这个地方级的族语福建的这个政策还是法案这是咱目前咧做这个议员连线我即阵高雄甲台南已经找到足侪位议员拢真支持咱慢慢这连线咧做起来
啊，到时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吼，这连线完成的时候，阮会开一个记者会吼，啊，甲结合这个议员吼、学者吼、啊文化界的这个人士吼，啊来甲社会大众吼公布吼，宣布这个代志宣誓啊吼，宣誓就对了吼。啊，我最后遮吼，就是想要请现代医师吼，就是其实医师拄则头仔已经有讲一寡过啊吼，就是讲你未来吼当选议员了后啊，吼以你的议员的这个角度来看吼，你会使安怎来推测咱吼即摆看到的这个宣言的这个内容吼？啊，你拄则有讲过，你就免讲啊吼，当然后壁你则。嘿，后壁你才煞落去讲安尼吼，啊，则麻烦吴医师。好，好，感谢。就是我家己的想法是吼，因为我其实会惊一件代志，就是我即摆发啊，但是到时我真正是会有法度当选做议员的时阵吼，我发的物件，敢真正是有法度伫短短的时间内底就推实成功。啊，为我即摆来看，其实台北市有一项较有法度，内底我看起来吼，第5项是一定会使，因为即摆台北市就侪老岁仔人其实母语拢是讲台语嘛，所以讲即个是真正有帮助。啊，有一项代志，我感觉是搁较会使讨论的，是因为即摆少子化的关系吼，台北有差不多16个是本地要起学校的土地，即摆无需要起学校啊，所以讲即摆是拢囥伫遐，已经无计划。啊，若是真正爱来做伙来推萨台语的小学，我感觉是会使用即个学校的约定地，会使摕来使用。啊，有一个 bonus 的所在，就是因为即个学校吼，若是新的吼啊，甚至是一款实验的学校的话吼，内底其实足侪父母搁较想要送伊的囡仔去即个学校读书，是因为台北市即摆吼，因为都市规划的关系，其实足侪区域小学拢即摆拢爱排队，啊，有人就是申请袂到，啊，因为台北人的租厝的比例较悬嘛，所以讲足侪人其实毋是买厝，伊就无法度送伊的囡仔伫即区小学去读，啊，若是有一个即个台语的学校吼，我感觉是会使是一个较实际的一个政策啦，嘿，啊，若是像高雄即个状况，你即摆已经有台语的国小啊，你上少就是6年以来爱搁较有一个全台语的国中嘛，啊，有国中了3年以来就是爱有高中嘛，啊，即个计划就是愈来愈多，啊，因为到时啊，若是要考试的时阵，你若是有全台语的国小，表示讲你考试的时阵，你就是一定爱，毋那是中语嘛，是爱有全台语的即个考试的方式，所以讲这豆豆就一定有一个需求，你就一定爱有物件出来，所以讲我感觉台语的国小是一个，我感觉成功的比例较悬的一个计划，是安尼。啊，搁有就是委员会，这是一定有帮助的啊。表示讲内底就是有较侪人去监督即个计划的状况嘛。啊，因为其实足侪台语产业的人，其实伫台北，因为你看公司的台语台嘛，即马嘛是伫内湖，所以讲足侪台语的老师、台语的人员，其实拢住伫内湖，所以讲我感觉即个计划应该是
爱做伙来推萨的人，甲委员会的人内底应该人拢是有够的，啊，力量若是大家团结起来吼，是会使做足侪代志的。而且2004年的财划法一通过了后，台北市其实预算会使使用的是这200亿以上，所以讲即款的计划应该是拢有资源会使来使用的啦。好，多谢吴医师。我直接补充一下吼，我拄则大家看咱这PowerPoint标题啦，吼，蓝营对无？我拄则是讲到我即摆咧杀的是台南高雄的议员连线嘛，吼。咱吴医师是台北啦，吼。其实台北已经有即个议员连线哦。这是即个台北吼有一个台语政策联盟吼，伊主要是即个台语路吼，台湾台语路协会吼，即个党立宪吼理事长个即个陈鸿辉老师吼，因咧杀的。其实吼，我就是甲党立宪理事长吼，阮是算讲好啊，就对啊啦，就是阮分工合作啦。就是吼，因做台北，因伫台北遐，我负责南部台南高雄遮吼，我去走这边。因即个台北这边的议员连线吼已经成立啊。大家吼若去 Google 新闻吼，一面册吼，应该拢会看到。因为因目前找的议员拢是现任的啦，现任的议员因这连线成立起来，因为咱吴医师吼，伊目前毋是现任啦吼，目前是咧选，因为之前吴医师是选立委嘛吼，所以讲这台语路这边吼，可能也袂去找到吴医师。毋过我是想讲吼，我都有熟悉吴医师而且吼，我对吴医师的当选真有信心啦，所以讲吼，我就是先甲吴医师讲这个代志，未来等吴医师当选了后看有啥物机会咱才来吴医师才来甲这个目前已经成立的这个议员连线才来记接看有会当做伙安尼推萨合作无安尼这是我直接补充一下。好安尼看下咱时间嘛差不多啊无咱交互陈良光老师。好，我大先爱感谢一心和吴医师我是想讲要甲吴医师鼓励啦你今仔的分享真互人感动台湾的政治爱有需要像吴医师这种的安尼本身伊是毋是为着政治来插政治是为着看到民间的需要伊会当出一份心力安尼就无计较家己的私人的利益出来插公共事务啦拄则顺即个机会，甲即个小党联盟即个朋友鼓励一下我小可分享我一个我小所在啦迄个时代力量迄个王婉如有来美国巡回募款的时阵我有机会安尼致接啦伊咧讲迄场拄好是我主持我拢主动用台语伊语言使用的情形差不多80%至90%以上是用台语，而且佫讲了袂歹伊讲因即摆时代力量遐迄种含吴国昌迄个时代人，拢差不多拢无共款啦这是我的观察啦而且了后，我佫有邀请讲恁敢袂当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分享一下
啊，伊是有塞迄个因的秘书长林啥物诶，伊诶林先生，啊嘛足少年诶一个青年人吼，啊伊台语嘛讲啊袂歹啦吼，讲了好歹拢不相知，就是讲伊肯讲伫公共场所吼，啊用台语来发言吼，啊事实上咱即个论坛诶主要诶说讲唯一诶宗旨，就是讲用台语来论台湾文化，吼，所以各种诶议题。医学嘛好啊，即个艺术语言啊，等等财务商业拢有人来讲，啊，而且嘛无一定爱讲啊真标准，还是讲啊啥物物件。为了目的就是讲鼓励讲咱台湾人有迄个勇气啊，有迄个自信心啊，来用台语啊，尽量伫公共诶场合啊来使用台语，所以。祝福恁即个小党联名吼，什么联名？什么小党联名？咱的联名叫做 “Go 台湾”，台湾前进。哦，台湾，Go 台湾啊！好，安尼赞啊！祝恁即摆佫刷个选举吼，会当成功啦吼，至少伫即个政党票吼，所以是我的理解是。即个Go台湾，即个恁的策略目前就是讲，伫即个2026遮，因为倒熟厝的遮个选举吼，是倒熟厝的嘛，所以就无牵涉到和民进党竞争的问题，所以即个代志，佫是间接的竞争啦吼，所以即个就较简单处理，就是讲无干那单一熟厝的迄无参与啦吼。啊，即摆来2028遮，就是牵涉到即个无分区的政党票的问题吼，迄个小人较爱个较复杂淡薄啊，吼，啊总是应该拢是会当超啦吼。好，安尼真多谢恁两位会当来咱即个论坛，分享恁的遮个真好的信息，嘿，啊，特别我拢敢要互大家问一寡问题。好哦，咱即摆来，咱有要参与发言的吼，咱即摆请恁举手吼，啊是怎麦克拍直接讲。好来，Carol。我第想讲，你这个分区的观念啊，到时人应该讲啊，你著示范，像讲台语文化园区迄种的，就是讲你自愿去的。你若讲你讲中语的人，你嘛不爱话紧嘛被影响着，可能会变做讲，是一个画一个所在，啊你有去无去拢不要紧，啊被影响你实际生活。讲中语的人，啊伊不爱听着台语，伊嘛被受着影响，被讲去办一个什么什么户证啊，啊伊就变做伊做紧张，讲我爱讲。所以是毋是会互人挑战？讲你著去一个所在，是讲你爱去无爱去拢无要紧的。啊，若讲大家反应好，啊，你才安怎应该会互人挑战这个问题？用什么文化园区啊？是什么商演啊？迄你拨一个区域，互你啊，你就是五路的，你要去不爱去，由在你。敢会分区会互人安尼调整？嘿，以上。这就是这其实甲语言分区是无啥物关系啦吼。咱讲咱要做语言区吼，是讲吼要有一个行政区吼，要用台语吼，还是讲用客语吼，做这个行政区的官方语言。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这个代志啦。这 Carol 讲的，用一个文化园区吼，上演也是啥办台语活动，这即摆就已经有咧做啊，即摆真侪做侪即款物件吼，这是较无关系啦，无共款的问题咱即摆是咧讲要发展族语，发展台语，要恢复台语社会，要甲咱一个台语社会套转来。若敢若
甲台语商品化，吼，甲台语做一个客体，吼，啊，做办这个活动，吼，啊，做台语商品，吼，这是无法度，吼，无法度做的，吼，无法度去发展台语。好，安尼还有其他朋友无？我请教你哈，即马像伫台南市、伫高雄市啊哈，因议会会使用的语言，敢是台语占足大的部分？我印象是安尼呢，敢是安尼？哦，好，来，目前的经验是，我眼家敢有伫线顶，眼家有伫无？拄则有看到，敢若哦，即摆无看到，好，不要紧。啊，老师问到讲吼，台南议会内底吼，即个台语的使用情形吼。啊，我之前有甲高雄的张博洋吼，张博洋的议员吼，我有见面有讲过吼。啊，伊议员的讲法吼，伊是讲吼加减啦，目前加减有啦。啊，而且吼，迄种国民党的老议员啊，颠倒伫个议会内底讲较侪台语哦。吼啊，民进党的较少年的议员，吼，民进党较侪是少年的，啊，国民党较侪是老议员啦。啊，民进党较侪只少年议员，伊本身就无啥会晓讲，伊嘛无惯势讲，所以你若伫个议会内底听吼，你可能国民党的老议员吼，会讲较侪台语，吼。啊，毋过阮即摆说的即个，阮的意思吼，是讲吼，这议员，毋是讲伊自然，伊即摆议会内底老议员吼，伊可能自然会讲台语了。啊，阮是希望讲，这议员吼，当然伊自然会晓讲的，这上好嘛。吼，啊，希望伊伫讲落。啊，无惯势讲的，也是讲无啥会晓讲的，咱嘛希望这议员吼，会使有伊的意识，伊主动吼，意识上吼去主动去讲。去甲即个台语讲转来，尤其是以因议员的身份，吼去讲即个台语，讲互社会听，讲互民众听，而且吼，佮要求市长、要求局处长嘛讲台语。啊，即阵啊吼，前2工啊，我拄好看到新北市，吼，新北市有一位民进党的议员，吼，叫黄淑君，黄淑君议员。哦，伊即摆已经咧做啊！哦，我即摆现场我无法度调影片吼，想讲咱即摆现场的即个友志吼，你若有即个影片吼，你会使来斗分享一下。啊，即个黄淑君议员吼，伊就是伫咧质询的是，伊就一开始伊就是讲台语嘛。啊，讲台语吼，伊个要求侯友宜啊，要求侯友宜讲，市长。你等下回我吼，请你用台语回我，吼，啊，这教育局长，吼，迄局长嘛，请你吼用台语回我，吼，已经咧实行啊呢，或者咱的这个宣言啊，第1条吼，议员家己讲台语，佮要求局处长、市长讲台语，吼，咱是希望讲，这个未来吼，议会吼，会使慢慢啊来形成这个状况。安尼，啊那安尼，你即马你行的路线，敢有是超正党的路线？因为你既然是国民党内面嘛，听一人讲台语嘛，吼。对。你敢有用超正党的文化路线去要求安尼？还是讲你是大部分拢来透过民进党的议员去说吼？好。这个原则上哈，咱原则上是超正党的，因为其实台北，我拄则有讲台北已经连线已经做好啊嘛。因目前我会记是18个议员，啊，因18个议员嘛，毋是18个拢民进党哦，敢若嘛是有
就是下党派，下党派。嗯所以这台语的问题，台语毋是民进党的台语，毋是干那民进党的台语，嘛毋是干那国民党的台语，台语是台湾人的台语。嗯啊，所以咱即摆咧扫这个台语，咱原则上是下党派。当然啦，当然有诶咱嘛是爱看人啦。有诶特例特例就算伊会晓讲台语，咱嘛可能爱甲伊你闪较远咧就对啊啦。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就好啊。比如讲咱瓜师傅，瓜文哲瓜师傅啊，伊嘛是讲台语啊，伊母语就是台语，咱听伊讲中语的时嘛是咧台湾国语啊，伊绝对台语嘛足够讲的嘛。毋过像即款人，咱敢会使去找伊？咱这就是袂使讲为着讲伊晓讲台语就是安尼。无条件无少，所以嘛是爱看啦，嘛是爱看。毋过原则上，咱当然是希望讲，咱做这族语复振咱是下党派，至少伫个语言的这部分咱莫分甲遮清楚。无咱若要安尼分，安尼要切割这安怎割拢是少数啊。咱若要排除什么党的就排除，安尼咱永远都做袂起来。好，多谢。因为接受度啥物款？是讲你若去接国民党的议员，伊叫伊签，因的接受度啥物款？还是讲因的党敢有在这个市党部的范围内面，因敢有一定对这个物件敢有一定的看法？我台北迄边我无清楚，南部这边我目前也未找国民党的。当然咱嘛是先优先先找民进党，目前也未找着国民党啦。毋过我个人想象啦，我咧想，除非讲伊的中国意识也是啥物偏见真正伤强无我咧想因应该是袂拒绝啦，因为因若拒绝，表示因主动放弃即地啊。因若要安尼即地就是规个互民进党食落来啊。我想因嘛会去计算啦。咱个毋若讲选举的利益啦，也是讲咱的一个即个道德伦理的即个讲法比如讲你的母语，你若讲阿嬷讲台语，你老爸老母讲台语，你的母语就是台语，你即摆无想要无想要救台语，安尼这是啥物意思对无？这咱嘛会使用即款安尼去说包括这个选举的利益，包括拄则现代医师讲到的，咱的这个长照计划，长照的这本土语言加级计划，这是对人民来讲有实际利益，对民意代表来讲嘛有选举的利益你若杀这条，你就有票啊！你若无爱杀咧，你若反对咧，咱就会使讲，这个无要杀，这个你无要伊本土语教师的权利福利，你无要伊这个长照人员长照的需求者的这个福利，安尼你以议员的立场来去想，伊若感觉讲安尼袂使，我落票你至少大家拢咧杀，我嘛爱来插一卡。这我想这应该是拢会使讲。目前敢有讲甲恁拒绝的，恁去接受着，有接触着甲恁拒，真明显甲恁拒绝的。目前无也未拄目前也未拄着拒绝的。目前是我这边嘛是拢找民进党啊。民进党若拒绝，敢会看口哩
我若到时讲啊，歹势啊，多一位民进党的议员吼，甲我拒绝安尼，这吼，这可能，这因嘛无法度，因无法度去承受吼，承受这款迄落啦，因为民进党的招牌，因的看板就是本土啊。啊，若本土的代志伊佫无听，伊要安怎？佫甲人做落？嘿。啊，后壁慢慢来找国民党吼，还是无党籍吼。我想议员应该有一寡无党籍吼。这到时状况安怎吼，我则佫甲大家分享。等下有一个杨谁还是杨律师，请你，请你讲哈，麦克迄个老师吼，迄个吴议员吼，大家好吼啊。我自我介绍者，我是迄个台南迄个我是伫育井吼，育井工商的老师。我本身是特殊教育老师，我本身吼嘛有考迄个 B2 的台语认证，所以即马伫学校在教囡仔台语啦。我想要发言吼，主要想要迄个甲大家赞声，佮娱乐吼，因为即件代志对我来讲实在是介重要，因为我有2个囡仔吼，即马是3年甲5年拢伫学校吼，伫遐嘛是有学台语，我感觉咱即马的台语课吼，本土语言吼，就是就像伫学校学拼仔共款。你学会也好，袂晓也无要紧，所以囡仔伫学校就是较无要无紧啦，就是讲我会晓学，我迄个拼仔我即马会晓学了啊会分啊也毋过袂晓嘛无要紧，平常时也袂叫你分拼啊，所以到高中的时阵啊，有一种情形就是讲，因为伫咱迄个课纲108课纲内底就是。有照迄个难度去排嘛，去写即个课本。也毋过，足侪囡仔吼，像阮迄个庄卡的囡仔吼，讲是会晓讲，听嘛了会晓听。也毋过，迄课本对伊来讲根本就是伤困难啦。你迄个中语学甲迄个迄个青青菜菜啦，英语嘛学了无好，即摆你来学到高中爱学台语。佮爱学拼音，对伊来讲是足大的压力。这根本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迄个咱台语的推广，无虾米人咧要伊。有也好，无嘛无要紧啦。迄个老的伫厝里就是讲，恁少年家咧学迄个罗马拼音，学啥物台语税法，是有介重要呢？迄敢是恁迄个政府咧学爸母的？我就会甲因讲，这恁迄代就是大家拢是台语青梅牛啊。所以你又感觉讲迄个母语伫厝里学得好根本就毋是安尼，所以这个台语的文化才渐渐开始消失去，甚至是强要翘起啊。所以我今仔日来参与，因为我是中才参加的所以我足感动的嘛，足钦佩大家愿意开这个时间甲这个开力，以这个政策的方面来推广台语我足希望讲为咱南部台南还是高雄界拢无要紧为咱南部会当开始做起啦，就是讲毋是干那教，迄个台语当作是学拼学一个在地，毋是你爱有一个台湾本土的意识。咱这个真做一个台湾人，咱有本土意识，毋管是迄个讲台语的，还是讲客语的，甚至是讲原住民语的，这拢爱甲救入来。这咱大家做伙为这个本土语言的这个文化、本土文化来共同来拍拼。这是我今日想要讲的。多谢大家今日来，嘛感谢迄个一心老师你找出的我就随甲买起来因为我感觉这是比教语言更加重要的代志，是爱有这个台语的意识啦。多谢。多谢杨老师。咱这论坛咱咧有时拢安尼无熟悉的人，向入来，讲一寡话感觉互咱安尼得到足大的鼓励啦，因为咱有时拢干那安尼一直咧讲，无人反应，我像这个吴医师嘛共款啦，咧做时，咱若得到一寡小小的鼓励我想是安尼会互得到真搁较大的快乐啦，我搁分享一个好，本地我是感觉讲，其实我读你这7条啦
你大家我感觉拢真合理啦，所以讲到敢若讲官方语言，即个口啊，你听起来，大家想讲啊，伫即个目前的状况敢有可能啊？要分区敢有可能？你会用安尼甲今仔日听你的说明较具体，啊，讲恁即摆做法啊，事实上，离北部嘛有18位即个台语连线的市议员啊，所以嘛一定有一定的一个即种的势力伫遐啊，所以关于即种的文化议题，我想大家甚至反对对方也真歹安尼正面和咱冲突啊，所以我是感觉是无可能啦，就是讲到尾就是讲看要安怎集合个较侪力量按尼 bottom up 就去做啊。佮一点我想的就是讲，因为中华民国的法律内面，伊无伫宪法，就是宪法内面伊无规定官方语言啊，但是实际上是有咧做，所以这就是免到宪法的参处，你就是讲到行政院的院长的遐才会参处甚至讲伫即个地方的参处的内面，迄嘛拢有法院啊。因为即摆伊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有伫遐，所以伊袂讲是你即摆市议会通过一个有关即个市的法律因为抵触即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若讲还佫有即个体制爱去甲迄个甲存一个安尼这嘛无抵触啊，而且是咱本身即摆咱已经伫即个体制内面的法律，拢已经发完了嘛，所以即个坎可能嘛无所想的遐尔悬啦。这是我今仔日咱的讨论内面，我较感觉讲，这毋是做袂到对，毋是做袂到其实拄则因为咱咧讲官方语言这是一个真大佮真远的即个概念啦。当然，咱也有一个官方语言伊下骹伊实际的内容是足济啊。咱最后的目标，咱当然咱迄要求，像咱拄则一开始看到的，这世界各国的这个民族因就是知影讲，因一定爱官方语言，才有法度甲因的族语救回来。所以咱即摆等于讲是双头进行，所以讲官方语言，讲咱的基本权利，讲这个代志。毋过呢，团队呢嘛，同一个时阵呢，嘛是找议员，做这个议员连线，做这个基础的这个细节，政策的细节，慢慢做起来，就是像迄钱仔钱仔的两对迄台语毋知影讲熬台语看有人会使甲教者无？这双头安尼来进行安尼做一届甲做起来安尼目前阮的策略是安尼，所以等于是讲体制外甲体制内拢咧做啦。像咱即摆找议员说咧设这个政策，这算体制内嘛？毋过我4个去宣讲，我讲官方语言，咱要争取官方语言，到时未来咱要做游行，要甲这个声音发出来，这算行体制外嘛？所以咱就是拢在听的官方拢会想看中央级的落来。其实是还是咱咧看是地方在分区的即个物件爱较若讲分区会当讲佮讲较具体，互人知影讲这个是爱按县市议会安尼做起来安尼迄个会较互人较好理解啦。你若讲分区到底是要分用里做分区，还是讲2、3个县市做分区
啊，今日听你安尼说明，就感觉讲，这毋是做袂到。咱拄有看到迄个张善是乐手吼，迄个艺官嘿，艺官吼，艺官，艺官嘿，一直讲感谢我刚刚迄落也听大家就是在讲这个代志，我刚有几件，我分享我身体甲阮所做的物件，因为我感觉咱爱台语的人对无？因为语言啊，甲文化是建国的基础啦，所以如果即个物件若无做，若无囤底囤落好对无？咱建国时期到的时阵对无？咱嘛无法度随讲举个徛旗起来，大家就会对行，所以我感觉感谢。一直拢在做遮的代志啊，因为在咱即种个拍基础，我相信会起来即个论坛的，大家拢是上有心的。我感觉大家就是一人拣一块啦，就一人拣一块起来做较实在。啊，包括刘公兄，对大家拢，我感觉真配合的，即个论坛讲遮久啊。个包括迄个就是现代咱的迄个咱的台湾先进的小党联盟，我相信这嘛是足支持咱的文化建国即件代志啊。啊，阮则甲。我敢有一个就足实际，像阮即马，我讲阮即马做，像阮最近对无？早一直拢的物件要甲阮在地大树的议员要讨论的时候，议员都找着我，因为我拢算在地算小小的头人啊吼。一来找我时，我就甲伊讲，其实我阁有一个较更大的较大的愿望，对，阮想要伫大树做第二间的台语学校。就是我感觉即件代志对无？伫台南进前中立嘛，就有在讲即件代志。那即件代志对无是爱铺排的，我感觉即摆时机拜托大家，我感觉即件代志大家会当做，就是讲，因为咱拢算是地方足认真足拍拼的人，你刷来拄着议员在拜票的时阵，你就专门甲伊讲台语，刷来对无就拜托伊讲看咱宜兰，看咱云林，看咱台北，看咱倒位当做第二间台语的实验学校无？你就甲伊讲，不时就甲伊讲，互伊有一寡感觉，讲这凡事讲台语，或者做台语的代志是有票的。安尼对当，所以讲咱逐个人，因为特别是即摆拢在拜票的时阵，对无？咱拢算是爱台湾，上爱台湾的迄批。我感觉地当，我家己是拢会安尼做啦。所以我一掠着机会，对，我就甲因讲，我想要做台语学校啊。先卖先一回书，毋过即件代志本假的时阵，对无？地方就会讨论起来。我感觉就是讲，大家真正足配合的啊！我感觉迄种你真正是踏实地行一条体制内足辛苦的路，即条，因为我感觉。讲着国防医院，足侪人就会伫遐讲，哇，这做袂到有诶无？就一搭一，毋过其实大家即种安尼解说起来，其实是真有机会。我感觉对真正感谢大家前辈，因为我感觉大家伫家己诶范围内底，就是拢讲台语，就是拢用台语。你自然你就影响到你身躯边所有诶人，只要咱开始讲，你会发现讲，咱会开始用台语甲你用。阮包括阮即马所有演讲，所有场合在讲话，包括阮伫学校在甲囡仔讲话。伊也要来教我伫学校嘛，伫国中嘛。伊也来学校要找我，要借啥物物件，要叫我甲斗相共的时候，我拢用台语甲讲。讲其实阮庄脚的囡仔拢会晓讲台语，伊就自然会换声道啊。所以我感觉对咱的身躯开始，互咱身躯边的人拢是讲台语，咱边的人就拢会受到影响啊。我感觉真正足感谢啦，我感觉真正大概若起来论坛拢感觉足欢喜，因为感觉对真正有一群，毋管伫台湾、伫世界。大家所在的人拢真正足认真为咱的台湾的文化甲台语在拍拼这囤底囤了好，台湾建国较会成功啊！所以我感觉真正足感谢一直拢甲感谢杨光兄，甲感谢新代恁真正拢真辛苦大家做伙拍拼一人拣一块，大家做伙加油感谢。我送一束花互你。拍破啊！感谢杨光兄感谢。咱敢是伫迄个城大有见过面嘛？含恁夫人。是，我感觉像城大的老师啊，包括迄个大师大的，还有迄个包括迄个中教大，其实足侪台语系的老师拢真正拢足拍拼。有人是做主流媒体的，有人做，咱做，有人做咱做罗马语的，咱做白话语啊，还有做文化，还有做要教，就是像我啦，就讲之前中啊，咱有讲我之前我就讲过，比如讲。我有在写台语诗嘛，对无？我就调感觉写了袂歹台语诗，去讲，比如讲海洋诗，就是海洋诗的迄个精选的时阵，因拢捡华语的，毋过我偏偏要用台语诗去甲弄。弄的因就，因为我感觉写了袂歹，个弄的因就捡第二名嘛，因就看着讲，是100条华语诗啊，有2条台语诗写了袂歹，伫头几顶的，安尼我感觉这嘛是咱要。反正我感觉万事万行，互咱的台语会当互看到，感觉台语是好的。我感觉一件代志啦，我即马行伫我身躯边对无？我安尼行时，我感觉
伫我朋友甲我4块连庄的朋友，互我感觉就是我讲台语真适合。我讲台语真适合即件代志。我去到台北，我嘛是讲台语啊。咱去到日本、去到美国，咱家己咧讲话嘛是讲台语啊。哦，因为即摆我感觉即摆势袂歹哦，因为即摆台湾人伫全世界内底，因为较关心国际政治的，其实台湾人的认同，甲互世界看到即件代志好，所以咱来当讲台语，毋是讲 Mandarin， 毋是讲毋是讲中语，其实即件代志伫外口对咱来讲是适合，特别是日本，若知影你讲台语，你毋是讲华语，你毋是讲中语的。哦，人对你地较好啦吼。感谢梁哥兄，感谢。我讲一个，互你欢喜的啦吼。这实际的啦，阮3月吼去迄个去墨西哥坐迄个游轮啦。啊，伫遐吼，我若看到人讲台湾话吼，我就直接去虾米介绍吼，啊虾米讲安尼啦。结果吼，我拄着偌济台湾人咧，我吼台湾哦台北。台北迄团拢讲台语哦，因为是讲迄个游泳会，结果伫咧开讲的时阵吼，有一个叫做苏老师，我嘛拢无熟悉的，侃的讲因查囝叫做吴小爱，讲即摆走去迄个大乐会，拄当啊开始3月去大乐会上班，我世界真尔小，佮拄着迄个加拿大去的，因遐嘛拢讲台语。啊，我嘛拄着吼，迄个阮遮迄个俄曼遐去的，迄嘛拢讲台语。啊，我颠倒吼，足少，几乎毋捌听到人讲中语啦。你遮准啊，毋知是啥物款原因。可能毋敢讲。所以伊是毋咱咧讲即个台语死亡线的时候，咱讲一寡较鼓励性的，像即摆咧讲起来吼。安尼大家较有愿望啦，较咧做吼，较安尼吼，较有迄个信心啦，保持乐观安尼。安尼是毋是咱敢有个人要讲，咱嘛拖哦？咱讲。今日讲足长啊咧，讲2点半钟啊咧。系啊，啊，愈讲愈精彩啦，我想嘛是爱刷。好。哦，安尼我要。大家食饭啊。安尼我甲录影记起来吼。我会送即个影带互你啦吼。你若是想讲要加做短影音吼，你会当家己去处理啦，好无吼？